佛光山之行，驚嘆多尊金佛。上集提到嚟到高雄佛光山嘅極樂世界，一個人參觀感覺係有啲恐怖。雖然話入邊大部分都係佛像，但係喺某啲位都會被嚇一跳，因為某啲佛像、仙女又或者某啲人物嘅造像係會喐嘅。當人經過某個位置嘅時候，因為感應就會開咗機關。當初唔知道，行過嘅時候突然咣咣咣咣咣咣，個造像咧就突然喐起上嚟，哇！真係當然會被嚇一跳啦。咁仲有一啲位置咧，又會聽到一啲音響嘅效果，咁都係一啲念經啦同埋唱歌嘅嘢。參觀完極樂世界，就到文物館，入面主要收藏好多佛像、觀音像，仲有一啲書法同埋國畫等文物。除咗係中國嘅文物之外，仲有嚟自印度啦、韓國啦、日本等等亞洲各國嘅文物。後來到咗一間介紹舍利嘅展覽室，入邊有一位服務小姐，仲好有禮貌咁介紹我睇乜嘢叫做舍利。可惜當時嘅我幾乎唔識國語，所以咧都唔知佢講緊乜。不過都真心感謝佢咁用心嘅介紹。之後行上大雄寶殿，再到大佛城，睇到好多金碧輝煌嘅佛像，非常壯觀。對於中意拍攝嘅我，咁多尊佛像真係令我不期然咁影多幾張相啊！離開佛光山，準備坐巴士返火車站。落車嘅時候問咗坐隔離嘅女仔係咪都去火車站，然後一齊行去車站。佢仲幫我買埋去台南嘅車票，堅決唔肯收返我錢。不過當然啦，咁我中午嘅時候咧都請佢喺車站附近食個簡單嘅午餐。去食飯之前，佢將佢個人行李放喺候車室上面嘅一張凳上，冇放去寄存。食完飯之後，件行李原封不動，冇人喐過。我心諗乜原來台灣咁都得㗎？如果喺大陸早就唔見咗咯。一齊坐下晝2點40分開嘅復興號火車，3點21分到台南。到達之後，頭先個女仔咧仲叫咗一齊落車嘅另一個女仔幫我忙喎，話照顧我一下。佢自己咧就會坐到台北，而呢位根本唔識嘅女仔咧就帶住我出站，仲一齊咧揾埋接佢車嘅朋友。咁佢哋問我咧想去邊度，我就話我係想到赤坎樓。佢嘅朋友就話我知喺邊度坐巴士啦。同佢哋拜拜之後，坐上巴士去到赤坎樓。到咗之後先知道，原來佢哋係星期一休息。喺資訊唔發達嘅年代，呢啲情形真係在所難免啦。咁就只得再揾巴士站，坐翻巴士翻火車站啦。點知咧揾好耐都揾唔到，剛好見到附近有2個女仔，就問下佢哋喺邊度可以坐巴士咧，係到火車站。咁佢哋商量咗一陣，自治站咁啦，然後就帶我向住某一個方向行。幾分鐘之後，其中一個女仔咧就突然坐上一架電單車，仲話載我到火車站。從來都冇坐過電單車嘅我，呢一刻其實唔知如何是好啊！人哋誠意拳拳，真係卻之不恭啦，只得頂硬上坐上去。當時我係好驚台灣嘅交通，再加上又未坐過電單車，因為驚2隻手都唔知放喺邊，只得搭住佢嘅膊頭上面啦。唔係以為呢啲叫艷遇，其實幾位樣衰下。總算平安到達火車站，衷心感謝佢之後咧，就同佢道別。本來再想轉車去延平郡皇寺，點知呢個時候又見翻頭先落火車嘅時候嘅一班男男女女。佢哋知道我冇參觀得成赤坎樓之後，就同我講，大多數台南嘅古蹟應該都係休星期一㗎啦。佢哋介紹我到中山公園參觀，因為喺火車站附近，我就慢慢行過去。行入公園係唔使錢嘅，同香港一樣。
喺大陸就完全唔同啦。入去之後就係一個好大嘅公園，綠草如茵。雖然睇唔到有乜特別，但原來令我感覺好舒服，就揾張凳坐低，一坐就坐咗好耐啊！直到夜晚7點先至走。喺附近食咗碗麵，只係20大蚊，味道都唔錯。行返火車站，慢慢坐到凌晨12點啦。呢個時候我發現台南車站有樣好特別嘅嘢，原來呢度嘅廁所係男女廁相通嘅，中間有一條通道係相連嘅喎。不過呢，就冇人喺呢一條通道上面行啦。不過我好好奇呢一條通道究竟係咩回事呢？好啦，今集就分享到呢度啦，下集繼續再分享其他行程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頻道，記得幫我們按讚、訂閱還有分享哦。